怎么了？琉璃，你要换工作了。我要去水龙集团工作，我们俩算了吧。你说什么呢？不就换工作吗？跟我们俩有什么关系？这样啊，你先吃，我改天再来看你。傅博雅，你再也别来了，我们之间不可能了。你们得抓紧点时间啊！一会儿老夫人就得起来了，你们去把那个粥。少夫人，你的头发好看吗？好看。你们是不是在准备做早餐了？是啊。今天我想来做早餐，你能不能帮我啊？这不大好吧？有什么不好的？快走，告诉我原材料都在哪儿。快！你实话告诉我，我到底哪儿不好？你哪儿都好。那为什么？为什么你还要离開我？琉璃，我有哪兒做的不對的，我可以去改。你到底想要什麼？我想要的，你給不了。我能給，我能給，我會努力，我什麼都能給你，我會努力。行了，別說了。你能不能理智一點？我們倆這麼多年的感情，你說放下就能放得下嗎？你就這麼想嫁給有錢人？對，我就是想嫁給有錢人，我就是這麼現實，這麼勢利，這麼貪慕虛榮的女人。我不想再過這樣的日子了，每天小籠包綠豆粥，我想住大房子，我想開豪車。你根本就不是這樣的女人。劉烨，他已經結婚了，你還能怎麼樣？你再給我點時間，他有的我都會給你，你再給我點時間，我求求你，你再給我點時間好不好？我就差那麼一